天是23赛季达卡尔的第2天，在这儿要先说明一下，我们晚间播报的成绩是以完赛顺位为主，不代表最终成绩。每天的最终成绩会经过赛规的计算、加时、罚时等等。我们第2天会更新一个官方的简报啊，有详尽的报道。另外就是我们今天还做了中国车队的特别节目，会特别关注中国6位车手的情况。今天的比赛是从吉达大营去往欧拉，全程588公里，其中430公里的计时路段，所以今天的完赛时间相较昨天更晚。在今天以碎石路和土路为主的赛程中，还剩下135位参赛者，并且包含了4轮摩托。目前看起来明天还会有所减少。现在看起来今天的第1是巴斯 KTM 去年的新秀梅森克莱因，第2是印度 Hero 英雄车队的塞巴斯蒂安布勒，而第3是胡斯瓦纳的斯凯勒豪斯。大牌车队的车手们今天开始搞策略了，例如丹尼尔桑德斯啊就坦然的承认最后一个区段特意放慢了节奏，以避免明天开路。而中国车队方面今天真是大起大落呀。首先说大起啊，凯越的小将苏尼尔今天可以说是席卷了整个赛程，从第82顺位起跑，完赛的时候已经排到了第49位，总榜也上升到了61。方明吉最终103位完赛，总榜来到了107。邓连松呢，今天想必是艰难的一天，目前仅到了348公里处，还有将近82公里的路要走。五步大海盗方面，今天张敏发挥不错，88顺位起跑，完赛的时候来到了73，总榜也可以来到76。赵宏毅今天还是稳稳的往前走，第100位完赛，总榜来到了102。扎克尔呢，就是今天我要说的大落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本来58顺位起跑的扎克尔在48公里第一个打卡点的时候就掉到了107，在 PK 186的时候更是掉到了127的位置。后边看起来相对就比较顺了，最终完赛的顺位是107，总榜掉到了第92。